那成立各单已经有33档的新港文教基金会，是打拼来推动社区营造。最近基金会专讲举办青年艺术节，要让少年人甲时代做伙参加，来创造新港的新文化。社区的阿嬷唱歌跳舞，展现因努力练习的成果。这是新港文教基金会过去4档来社区营造的成果分享。毋但表演，阁展出社区时代亲手做的佚佗物仔，甲新港在地文化。看到遮侪人啊，哎呀，大家娱乐啊，心情就心情愉快啊。大家老人吼，拢感觉知识拢提悬。安怎讲啊？知识哪提悬？知识，嘿，个人创啥头脑记忆嘛较好，因为吼有这老师咧甲操吼，加偌好咧。即摆展览是基金会为2017年到2020这4档来，配合6个乡镇、44个社区团体，甲820个时代、18个艺术家团体共同的成果。新港文教基金会表示，展览的目的主要是希望甲时代的过去、甲少年的生活合做伙，创造新港的新文化。阿公阿嬷会当食甲老，学甲老，互即个过程内底，互伊除了出来活动以外，会当互大家平常时的社交的活动，会当搁较自然，会嘛会当加较多元的一个部分来呈现。基金会表示，早期社区的营造拢是一个点点做，这4人来，因甲社区的经济老师拢扣做伙学，搁加入少年人的创意，已经替6个乡镇千万名时代上过课。希望透过这种方式，毋但增加社区的活力，嘛替少年人甲时代创作互相了解的机会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。